汉语作为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，起到了世界上重要的纽带的作用。它连接着很多不同的民族、种族和不同肤色的人们共同的交流和学习。要充分的掌握这个时代的红利呢，就需要学习汉语。通过学习汉语，能够实现就业、实现增收，能够实现个人的价值。在 STU 大学学习汉语呢，它有方方面面各种各样的优势。比如说，STU 的师资力量非常的强大，它既有从国外来的外国师资，海外深造背景，甚至是直接从海外移民的这样子的一些教师队伍。STU 大学在这个师资方面就比其他的大学要高出一大截。汉语的学习是非常困难的，因为汉语呢是世界上最困难、学习起来最困难的语言之一。可能很多人说阿拉伯语最困难，但是我个人觉得汉语是在世界上来说学习起来是最困难的一种语言。所以呢，对于汉语的学习的学子而言，我的建议是让他们要多练习，而且通过这些努力和投入时间精力呢，会更好的为我们的学子的学习能够奠定基础。